好，时间到，咱来做伙祈祷。主位听从阮的天父，感谢你伫今下晡赏赐阮丰盛的这个雨水来润泽阮的土地，也阮也是为着南部还阁持续咧欠水的中间恳求主你施恩来将你的恩典来润泽规个台湾这个土地。感谢你，互阮会当搁一届组织，当查考路加福音第7章18节到50节的经文，阮对内底来得到帮赞。阮后礼拜有夏令营，也恳求主你来带领保守，也互阮透过这个活动，会当互济第一个来到伫教会小朋友来认捌你。阮安尼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好，今仔日要对第18节到50节啦，吼。咱已经有讲过两段吼，即两段，搁来后壁即段，我会搁分做两个小段啦，吼。18节到23节，24节到35节，拢甲洗礼约翰有关系啦，吼。好，18节到23节吼是洗礼约翰关伫监狱内底，伊找伊的学生来问耶稣啦，吼。伫经文的中间咧讲到即个正的约翰甲伊的学生对耶稣到底是甚物人，好哪亲像无介了解。所以伫这中间，伊就找伊的学生学生来问耶稣啦，吼。咱知影伫16节进前，17节进前吼，咱讲到即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孤囝4个活的代志，吼。所以即个18节的经文就讲，约翰的学生甲即个一切拢甲约翰讲，即个一切是一个连接词啦，吼，就是讲头前有代志，到底什么代志？是因去见证着即个囡仔4个活的代志，也是安怎？咱连米再过来讲吼，就是讲伊甲头前即个故事是有关系，所以伊才用即个约翰的文图吼，将这一切因所知影的来甲约翰讲。因为约翰是关伫监狱内底，所以伊无法度知，就爱透过伊的学生来甲伊讲吼。当这个故事就是咱讲11节到17节，拿因城的寡妇吼。到底约翰的学生是听讲，还是看到？圣经无甲咱讲真清楚啦，吼，无甲咱讲真清楚。真有可能是因有看到，嘛真有可能因是听到的，吼。伫第7章的17节甲咱讲迄个代志，囡仔4个活了后讲，圣经讲即个话就传到犹太甲周围逐所在。到底约翰的门徒是有去对着，有听着，无毋知影吼。但是就是讲，因真清楚知影讲，因有即个消息，然后就去甲约翰讲吼。我想这是确定的啦吼。咱无法度去界定讲因到底有伫现场无啦吼。好，所以因知影这项代志，就来甲即个约翰讲，然后约翰就找因两个吼，伫即个18节、19节就讲，找因去迄个耶稣遐，就要甲问讲，你是要来迄位，还是阮爱听候别人？即句话对洗礼约翰的喙讲出来，咱毋知会感觉奇怪无吼？就是讲，当耶稣去接受着洗礼约翰洗礼时阵，约翰捌有讲，伫我后壁来迄个比我搁较大吼，伊要用火水甲火来甲恁圣神甲火吼，来甲恁行洗礼吼。伫今仔日的经文，互咱真清楚知，约翰无真确定耶稣是毋是基督，
所以伊就找学生去甲伊问讲，你到底是迄个要来迄位，还是阮着爱听候别人？这是互咱大概知影，约翰对即项代志，伊阁需要确定的一个原因啦吼。所以伊就找2个学生去问耶稣，去看耶稣行神迹所以若照即个次序来看的时阵，约翰的学生将这一切代志甲约翰讲，真有可能是听讲的所以伊甲即个囡仔4个月的代志甲约翰讲了后，约翰心内可能想讲，这无的确就是迄个要来迄个位，就是讲，伫旧约圣经先知书所预言的迄位，所以伊就找伊的学生去甲伊问，然后伊的学生才去到伫耶稣遐。咱若照次序来看是安尼啦吼，照次序来看是安尼。所以伊即2个学生就去问啦吼，去问。所以因的问题就真清楚，就讲你是迄个预言中间呢咱直接讲就讲弥赛亚，是基督，还是阮着该搁等另外一位吼。意思就是讲，照因所得到耶稣所行的代志，真像迄个弥赛亚，迄个真救者。但是伊阁是一个人子，所以伊阁无甲伊确定，就去甲问安尼啦吼。伫路加福音第3章16节吼，拄则有讲着讲，迄个能力比我较大诶，这是即个洗礼约翰所讲诶啦吼。13章35节，奉主名来吼；19章38节嘛咧讲着奉主名来诶王。希伯来书10章37节讲，迄个要来就来，并无延前啦吼。所以伫即个经文内底，其实就是咧指迄个要来迄一位啦吼。虽然伊无特别指出讲是弥赛亚，亲像约翰找伊学生去问耶稣，嘛无特别指出讲是迄个弥赛亚，讲你是毋是要来迄一位安尼吼。但是基本上，这就是咧指弥赛亚的概念啦吼。如果咱若去编即个路加约翰福音是咧吼，路加福音第4章，我讲路加福音第4章吼，耶稣伫即个会堂内底读先知书了后吼，伫即个以赛亚书了后，伊读讲吼。主的神伫我的心上，因为伊高我去传福音，互丧养的人，差遣我去宣告受掠的得着讨放，青迷得着看见，受压制得着自由，搁宣告主欢喜的喜年。了后耶稣就甲讲，甲遮个在场的法利赛人，也是讲伫即个会堂中间的人讲，今仔日即段经文应验伫恁的中间耶稣伫路加福音第4章其实就讲真清楚吼，但是问题是讲，洗礼约翰无听到，但是有听到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有听听无吼，所以这个弥赛亚是因所要确定的这是咱伫经文所看见的吼。所以学生伫20节的中间就重述着这个约翰所交代因的话，就来问耶稣吼。当然，因讲即个话是老师交代，毋是因的问题啦吼。伫今仔日个经文，就互咱倒转来伫迄个拄则我读的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基督所读的以赛亚的经文内底，因所后壁要看见的，就是伫迄个以赛亚的经文所记载啦吼。所以21节讲吼。拄到伫遐吼，医生耶稣有医好吼，真济辛苦病痛，搁互邪神附身的人，搁互真济失明的人会看见。所以洗礼约翰的学生伫迄个所在，对听到耶稣互即个拿因城的寡妇的孤囝来4个月，然后现在是看见，亲目睭见证着耶稣基督行神迹。搁一摆讲，就是讲，这应验着路加福音第4章记载耶稣伫会堂所读这个以赛亚书的经文所咧讲的代志所以迄个事就是
当即两个约翰的学生看到耶稣的时阵，佮看到耶稣基督咧医病赶鬼吼歹势字字毋对吼字字是字字啦，OK 好，所以这段时间到底是啥物时阵？路加无交代吼马太福音、强管福音嘛无交代，不过咱大概知影，就是讲伫遮因伫现场去见证着耶稣行神迹这项代志，所以真有可能伊甲耶稣斗阵的时间毋是短暂的，可能对一站时间，所以看到耶稣伫遐咧行神迹吼伫遐医病，伫遐赶鬼吼，所以伫即个记载不哩重要啦吼，所以因就记载着讲耶稣基督甲即个学生讲的话意思就讲恁会通去看去见证恁目睭所看到的即个代志所以耶稣就甲因讲恁回去将恁所看到的恁所听到的拢去甲约翰讲吼，这就是见证啦吼什么代志？就是迄个青梅得到看见，摆骹得到医好吼，生太哥病得到清气臭耳人会当听见，死人搁活送乡人有福音通啊听吼这就是到20进前耶稣伫遮所在所行这个约翰的学生所见证所看到的吼，所看到的，所以这记载伫即个所在是耶稣基督伊普通时所得关心伊伫的对象，但是伫遮咱知影就照以赛亚的预言甲应允老师甲即个圣经放伫咱的资料内底啦吼，青梅看见以赛亚书35章第5节摆骹35章第6节这个伫以赛亚先知的预言中间所出现的，死人搁活伫以赛亚书20章19节伫遮耶稣嘛互拿因城的即个官府的囝咱会记得伫新约的福音书的记载，耶稣有3摆互人对死搁活，一个是管会堂的人的即个查某囝一个是伊的好朋友聂撒罗另外一个就是拿因城官府的囝。来35章第5节咧讲到臭耳人的青梅拢会得到医好送乡人以赛亚书第61章第1节主的灵伫我的心上，这就是伫路加福音第4章耶稣伫会堂读的迄段的经文所以耶稣伫遐就讲当即个先知所预言的迄个伫恁的目前安尼啦但是问题是因听无，所以耶稣伫即个所在就甲即个洗礼约翰的学生讲，你转去甲约翰讲约翰就会通知啦即个是弥赛亚的应允，耶稣就是以赛亚书第9章第6节讲到一个婴仔要为着咱来出世有一个囝生属咱，即个预言就是弥赛亚的预言，伊要做即个全能上帝的一个代表者伫即个世间顶悬啦所以耶稣甲即个约翰的两个学生讲，恁将所看到、所听到的即个摆骹啦、臭耳的啦、看袂到的等等的，遮个拢甲约翰讲。这好若亲像另外一种讲法，就是讲我就是你咧讲迄位，就是你咧期待迄位是另外一种讲法啦所以讲你就已经见证着你应该知影，还是讲洗礼约翰一定会知啦这个也是看到讲耶稣基督伫当初时伫迄个所在所咧做的伊要来工作是要人民甲医治毋是要来甲罗马政府对抗的迄个王是无共款的是无共款的即个期待啦所以耶稣基督伊要统治的即个毋是建立伫迄个武力的反抗这嘛是为什么约翰需要找伊学生来即个来确定的原因啦
看起来伊有迄个宽病，但是伊佫无迄种咱讲带兵要去攻打，也是反抗罗马政府迄种君王的形式所以对因来讲，计称无无明安尼啦特别耶稣伫进前才医治迄个罗马的即个军官的罗卜咱会看见讲，伊有济的做法，互当作是比较较即个极端激进的人较自由派的人，因会感觉讲，即个就毋是咧所以因伫遐才来做即个疑问才来问啦23节，即句话真侪时阵咱足歹去了解伊讲圣经中文讲，那不被我绊倒的就有福了啦好本句的翻译嘛，互咱感觉讲足奇怪，是安怎耶稣会共绊倒即马新的台语的翻译，也是讲新的翻译就较清楚来讲，对我无失去信心的人真有福气即个到伫尾流，咱会当甲耶稣咧讲到约翰，互伊迄个评价了后，佫讲一句话连伊咱会当做一个对比耶稣所咧讲的意思是安怎啦所以耶稣基督是要来医治拯救，亲像讲伊甲即个法利赛人讲的，讲我来是要来救罪人，毋是要来救义人，破病人才需要医生无互耶稣来绊倒，是讲因为伊毋是人所期待迄个君王的形式，你足侪人会失望但是伫这所在，耶稣咧表达就讲，你若佫继续对我有信心的人，你就有福气就是讲，无因为安尼你就失去信心啦伫即个原文希腊文的意思是讲，叫我去互迄个陷阱，也是讲网领着安尼啦就是讲你无家己设一个目标，感觉讲耶稣就毋是迄个型你当失望迄个意思是安尼所以伫即个所在，咱可能莫去用绊倒即两字来了解就是讲对耶稣失去信心的人你若持续佫有信心，你就有福气啦好伫即段的思考问题就是讲，咱真侪时阵拢会亲像法利赛人也好，洗礼约翰也好侪当初时的犹太人，伊拢用家己的角度咧看上帝的应允你安尼时阵就足容易会产生误解离开上帝，失去信心。这是耶稣伫上落尾这23节所咧讲的代志。那对我佫无失去信心的人，迄就有福气啦所以咱家己就爱追求一个合上帝心意毋是用家己的想法啦真侪教会的问题的纷争，基本上就是拢因为安尼，我用家己的想法，用我家己的期待，用我家己的看法用我家己的决定毋是咧追求一个共同下伫上帝旨意的一个目标所以会足侪人会失去信心啦，会斗阵袂好势啦所以伫这中间我若提醒咱就是讲，咱着爱追求迄个合上帝心意学习谦卑顺服伫上帝的创造甲伊的旨意内底见证者咱讲耶稣甲即个约翰的学生讲，你将恁所看到的、所听见的去甲洗礼约翰讲。但是问题是安尼伊的学生是亲目睭看见佮听见，因却毋知影、毋相信。法利赛人嘛是安尼，经学士嘛是安尼耶稣所提醒就讲，恁所看见的、所经历到的、所见证到的，就是上帝的恩典、上帝的作为啦咱真侪时阵看到犹原佫无相信啦佫伫遐咧敲嘴，佫伫遐说旷野。我捌拄着一个我甲洗礼一个我甲洗礼迄阵已经60几岁啦已经退休伊是一个药学的博士啦伊是足理智的人伊拄前入来伫教会，甲我甲洗礼迄阵伊拄40档，我讲我咧说旷野真侪人是安尼伊用迄个理性
伫咧思考信仰。虽然伊看到真侪人的见证啊，听到真侪人的见证，伊就毋相信啊。伊讲无影啦伊就用理性去判断去判断。当然伫遐咧陪伴伊伫信仰中咧憔悴时，伊感觉有一天伊就家己去互圣神蒙着咱真侪时阵嘛是会安尼啦好，所以耶稣就伫遐咧讲，若无因为你所看到甲听到无符合你的期待，安尼失去信心的人你就有福气啦所以咱伫遮咧用信心咧讲这福气这个当然伫和合本英国的翻译是照原文的意思，迄绊倒就是讲无落伫迄个陷阱内底，安尼你阁有信心的人，你就有福气所以也毋望咱会当亲像安尼真单纯的透过咱所经历着来相信耶稣讲安尼咱就有福气啦好，24节到35节是耶稣咧论约翰这个啦好若亲像耶稣伫迄个尻川后咧批评约翰共款因为伊的门徒已经倒转去了后耶稣才开始讲约翰这个人，其实毋是咧批评，伊是咧甲学落咱注意甲看这个耶稣所讲的话啦24节到25节，当约翰的学生离开耶稣基督了后，耶稣就回头对众人讲话，伊用这个路德中文讲芦苇啦来做譬喻啦当然这是会通了解一个譬喻这个伫旷野内底有足济应该是讲旷野芦苇是足济但是甲咱台湾的芦苇咱讲干网无啥共款啦伫沙漠中间的芦苇较细丛软软就随风飘逸阮伫加州就足济拢种迄拢伫阮的园仔内底拢有种安尼迄是较细丛就凊彩你小可风就咧飞安尼甲咱的干网是无啥共款啦不过草拢伫沙坡顶悬咧生长啦咱大概知影沙漠介济所以耶稣用因会通了解的物件，伫迄个所在来譬喻来讲譬喻，就讲恁看到这个路德伫迄个所在，互风咧吹恁到底去旷野，恁是要看啥物货？是恁要看迄个穿衫穿个足水的人？伊讲穿衫穿足水的人迄是伫风中啦，你伫旷野看无啦。这个譬喻其实会当用无共款的角度来去看啦咱下面再来去讲这个代志啦第26节呢，耶稣咧对洗礼约翰有真悬的评价伊讲伊比先知重要搁较济啦台语讲伊较赢过先知啦伊的工作是先知的工作，但是伊讲伊的地位比先知较赢当然这个较重要的原因是先知拢咧预言将来有一个弥赛亚但是洗礼约翰伊是甲弥赛亚洗礼的人所以伊较赢过真有可能是咧讲这个伊是伫遐来准备耶稣基督的道路为着主准备道路佮甲主来洗礼所以真有可能因为安尼来讲伊的地位比先知搁较悬伫这所在耶稣嘛引用旧约圣经的话啦伫马拉基书讲万军的耶和华讲，看你派我的使者伫我的头前准备道路恁所找求的主要进入伊的圣殿这个伊咧讲的就是安尼所以伊咧讲伊比先知的地位搁较重要，所以27节伊就引用这马拉基书的话伫这个所在咧讲，所以证实上帝将弥赛亚的应允，也是讲为着弥赛亚来开路、准备道路，这个真特殊的荣耀，
来互约翰，伊甲其他伫旧约的先知是完全无共款吼。这是耶稣所咧讲的角度，你若对27节去看的时阵，就介清楚啊吼。伫即个所在，伊嘛佫讲着即个约翰的地位啦吼。伊伫遐讲着妇人人所生的，无一个比约翰较大啦吼。当然，妇人人所生的，就是咧讲着一般的人嘛吼。约翰是对因来讲是伊的地位上重要吼，上重要。即个是会通讲是耶稣对洗礼约翰真悬的一个肯定伊的即个代志吼。第二段字面顶悬比较较容易来引起误解啦吼。有人感觉讲即个耶稣咧讲吼，伫天顶伫上帝国内底吼，上势吼比伊搁较大。我有听人讲吼，耶稣咧看即个洗礼约翰吼，看无啦。哪会当讲伊伫天国内底吼，逐个人拢比伊较大吼？事实上，耶稣所咧强调的，毋是即个意思。所咧强调的，就是迄个23节所咧讲，阮拄则咧讲即个，讲你若无因为安尼来失去信心的人，就有福气。你伫天国有福气，你是相信的人，会当进入伫天国，就袂比约翰较细吼，即个意思。所以讲，先知嘛也好啦吼，也是讲相信的人也好，只要你会当入去伫天国内底，每一个人拢是会通蒙恩得福，会当得救的人吼。所以至于说拢比即个伫地面上的即个约翰搁较大啦吼，除非约翰有相信，嘛接受即个救恩，然后入去伫天国吼。我想即个连结就互咱会通真清楚即段啦吼。即两句话，妇人人所生无一个比约翰较大，伫上帝国内底，至微细比约翰搁较大。咧指的物件是无共款的吼，是无共款。一个讲到伊的工作，一个讲到迄个信心的问题吼。所以耶稣所强调的，就是讲，迄个追求你咧军队约翰，迄比迄搁较重要。爱追求的是耶稣基督，是讲爱承认耶稣是基督，进入天国，迄个福分搁较大啦吼。29节所讲的，就是讲，伫众人甲即个扣税拢受过约翰的洗礼，听到即个话，就称上帝做义啦吼。伫即个所在，就是讲，虽然伊有领受过约翰的洗礼，但是因愿意去接受耶稣所讲的迄个上帝国的意义。这互咱想到啥物啦？这互咱想到即个保罗甲阿波罗这两个人中间的差别。保罗所传的是迄个圣神的洗，阿波罗所传的是啥物货？是约翰的洗礼。这是即内底较大的无共款的所在。所以咱来看讲，是安怎29节特别强调讲，遮个民众甲即个扣税拢承认上帝是公义，因遮个人有人受约翰的洗礼，特别提到即个。受到迄个洗礼无够，爱接受到迄个耶稣是基督，即个恩典才会通进入伫迄个天国吼。所以就是倒转来伫咱拄则所咧讲的，毋是咧讲洗礼约翰地位无好吼，是讲咱有得救的人伫天国内底的地位无输洗礼约翰啦吼。迄个得救是较重要的吼。第30节遮记载着法利赛人甲经学士，因有迄种人的骄傲，受血气的骄傲，所以因无要领受洗礼约翰的洗礼，也袂当明白耶稣基督所即个讲的譬如，所以因着安那，因着拒绝拒绝30节，就伫即个所在来拒绝啦吼。因着无法度因嘛袂当入去伫天国。嘛无法度得救吼，所以29节到30节，就是咧讲到救恩啦。无论你有接受着洗礼，无迄个承认耶稣是基督接受亲像约翰福音3章16节17节咧讲的讲，既然相信的人，就会当得到永远活的生命吼。
耶稣咧讲着30节咧讲着法利赛人甲经学师了后，就用一个譬喻来形容因啦，就咧讲囡仔啦吼。啊，即段的经文吼，咱则家己看牧师讲一个我家己的经历啦吼。阮兜是住伫迄个高雄港入来上主要的道路顶悬，迄条叫五福路啦吼，高雄港入来吼。迄对高雄港入来一定要经过阮五福路，然后才越即个中山路去甲小港机场。要讲这意思是讲，我足细汉的时阵吼，拢有看到迄个暗时啊，人就有人就吼，警察出来哔哔哔啦吼，就看到迄个美军的送来飞机、送来战车，就规个安尼对啊过安尼吼。阮细汉时就足好奇的，就会走出来外口吼，足欢喜的看到迄毋捌迄阵也毋捌坐过飞机吼。足罕你看见诶吼，迄拢咱咧讲迄美元诶嘛吼，囡仔着会安怎你知影？行伫迄个队伍诶边仔，嘛通伫遐咧，敢若阿兵哥咧行路安尼吼。耶稣着是用囡仔伫看着人咧行路热，也是送死人，迄种会伫遐闻鸡起舞，迄种诶心情咧形容啥物诶？形容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因伫信仰顶悬。会无成熟啦，吼，会无成熟吼，所以第31节到34节，基本上耶稣就是用安尼来形容迄群人吼，牧师会当深刻体会着耶稣所咧讲诶吼，细汉就经历着即种诶代志安尼啦吼，当然亲像迄个国庆日啊，啥物会有迄个游行过时吼，我拢会对阮遐过吼，拢会去看着安尼咱囡仔拢会对人安尼伫遐安尼动骹动手安尼吼，对人咧游行吼。耶稣就是讲，遮个人无成熟，伫信仰顶悬安尼，敢若亲像咧对人咧讲，因无有家己所经历着迄种诶主张吼，亲像耶稣咧甲约翰诶学生所讲诶代志共款。恁看着啊，恁听着啊，恁要安怎吼？这是耶稣用即种来形容啦。这对于犹太人来讲，即个譬如因足容易着知吼，含我住伫安尼遮尔个人，我着拢会通体会因为细汉就是安尼啦吼。好，所以咱会当看见讲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基本上会用即摆话叫做双标党啦吼，意思是讲吼，因对家己足好啦吼，对人是真严安尼啦吼。两个标准是无共款的吼，是无共款。要求人较济吼，这感觉真可惜。所以因为安尼，因着遮看因的目睭，因所看见的因所听见的，因拢无相信吼。佮讲因好若亲像迄个贪食佮好酒的人安尼吼，拢醉去无迄落一个公义的心，无一个正义的态度吼。为着反对来反对，为着来找耶稣的毛病，来伫即个所在来行安尼吼。所以这大概是31节、34节，耶稣咧譬如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啦吼。35节，耶稣伫遮咧讲着上帝的智慧啦，追求上帝的智慧吼。这非常重要。伊即工拜三查经的中间也有咧讲着这，咱咧诚做上帝的一个追求者，讲敬畏上帝就是智慧的开端吼。所以咱着爱来去追求上帝的智慧，爱正视，爱接受啦，爱接受，毋通伫遐用家己的即个想法就来拒绝安尼啦吼。好，伫即段的思考啦吼，就讲爱清楚咱的目的啦吼，咱到底是要操作啥物货？吼，当然伫头前咧讲，毋通用家己的想法、家己的标准、家己的期待，爱去接受上帝所要互咱的。耶稣伫遐讲，你是来抗议，是要看即个官网，是要来看迄穿甲真水的吼？有可能洗礼约翰因咧期待，就是伫抗议。伫遐咧找要迄个君王的衫的基督，足有可能啦吼。所以
错误期待会失去信心吼，所以安尼真清楚。过来爱意志坚定啦吼，毋通亲像安尼寒网安尼对风咧摇安尼吼，好若亲像迄个囡仔安尼吼，伫遐对人伫遐咧分鼓吹，伫遐咧跳舞，对人咧行，爱有家己的看法吼，爱有家己会真坚定徛伫信仰真理顶悬，追求迄个公义吼，这是耶稣伫遮所讲的代志我想伫遮也互咱来去思考，咱基督徒要安怎来接纳吼，嘛爱学习谦卑啦吼。咱看到迄个正人甲即个抽税的人，因谦卑因就接受看见上帝的义吼。但是法利赛人甲经学师就无共款，因就坚持，因认为家己的想法、家己所讲的、所学习的是对的，所以因就无法度接受安尼吼。你无法度，你坚持家己的意见的人，你就无法度去学着新的物件啦吼。所以也毋通亲像咧分鼓吹的囡仔安尼吼，咱讲用中文讲叫人云亦云啦吼，是讲伫因的即个群体内底，因就用家己的一种角度伫遐来看耶稣，所以因伫遐敢若只有批评真严重的即个相定的标准安尼吼，咱爱追求做智慧的囝，做智慧囝就是谦卑。接受救恩来追求敬拜上帝，就是智慧的人吼。好，落尾36节到50节啦吼，听这下面啊这吼，这是伫耶稣传福音的过程的中间，几个玛利亚中间的一个啦吼，这个咱念语会去讲着啦吼。较趣味的是36节拄开始就写呢讲，一个法利赛人呢请耶稣食饭啦吼，有当时这是足特别的吼，因为法利赛人通常拢安尼徛伫边仔插歌咧看耶稣讲啥做啥，才来甲批评安尼吼。但是因伫遮有即个法利赛人来请耶稣食饭，可能伊是好意，但是嘛有可能伊有其他的目的也无一定吼，但是后壁发生的代志，咱就知影讲，即个法利赛人基本上甲迄群法利赛人差不多啦吼。好，咱对法利赛人的印象就是讲，足爱甲耶稣作对啊，拢无爱甲耶稣交朋友啦，甚至想要置耶稣到死的即个地位吼。但是伫遮却受到即个法利赛人的邀请，去因兜食饭啦吼。当然，咱嘛是看伫讲，罗马记载，即个法利赛人基本上嘛是咧爱批评、论断，嘛咧试探耶稣基督啦吼。耶稣一向拢批评法利赛人的人格，但是伊却接受邀请去法利赛人因兜食饭，这无啥物稀奇，因为耶稣讲真清楚啊，伊破病人才需要医生，过来伊来是要来。拯救罪人，毋是要来拯救义人吼，所以耶稣去法利赛人因兜食饭，甲去抽税人因兜食饭，意思是共款啦吼。37节到38节记载着一个有罪的妇人人吼，这个有罪的妇人人到底什么罪？圣经无写啦吼，不过伫当初时在讲，大概咱会当摇出来，这个妇人人可能是寡妇。嘛真有可能是特种行业的人啦吼，有罪人，咱会记咧伫约翰福音第8章第1节到11节，迄个妇人人因掠来安尼吼，所以这个有罪的妇人人伫圣经甲伊注解讲，这个有罪的妇人人就表示伊伫法利赛人因兜是无受欢迎的吼，法利赛人无甲有罪人做伙吼，这咱伫福音书内底拢真了解吼。所以伊无受欢迎，甚至若照约翰福音第8章，真有可能伊去到遐就去互钉死，嘛有可能吼，真有可能啊吼。但是伊听到耶稣伫法利赛人的厝，伊就来到伫遮，伊无受邀请来，因为无可能法利赛人去请一个有罪人，所以伊听到耶稣伫遐，伊就来。
即个情形其实伫福音书内底介济。即个百夫长听到耶稣就找即个犹太人的长老去找耶稣。迄个犯血后的妇人人听到耶稣就话客，摸袂叫袂着耶稣，伊就伸手去摸着耶稣的衫册。基本上就是安尼，就是讲伊听到，甲遐青梅嘛共款，生太哥的人共款，伊听到耶稣，因就来，所以有听到，然后就有行动，这个是一个信仰啦，听到，然后就有行动，也亲像约纳先知共款，这个迄个尼尼微城的人安那，因听到，因就来讲咱着爱来悔改，无得甲上帝这个会赦免咱，无搁处罚咱安尼所以这个真重要这个真重要。嘛，作成迄个路加福音15章，迄个浪主共款，伊去想着讲我要转来，甲我老爸讲，我得罪天，搁得罪你。伊了后就起来，迄个有思考、有听到，然后有行动，这个表达迄个信仰啦毋是讲亲像法利赛人甲经学师敢若看到听到无反应安尼所以咱知影伊去甲法利赛人引导去找耶稣，基本上是一个冒险啦咱会通对这个其他的记载来了解啦好，这个伊毋但去找耶稣尔，伊阁带着真贵重的香膏甲玉盘这个所在，这两项物件伫当初是拢非常贵，真有价值的物件真有价值的物件。所以玉盘甲内底所缀香膏，基本上是非常有价值有价值伊就摕来了后，完全的奉献，伊甲伊拍破，然后将这个香膏来抹伫耶稣的身上，伊的骹啦咱讲拿达香膏是当初时厝里必备品啦。拿达香膏基本上是因伫节庆的时阵会用到，特别的时阵化妆会用到，甚至会去用到伫死人的身上来甲膏抹安尼所以对因来讲，毋是逐工拢用的因为伊真贵伊真贵这个伊是一个咱讲水溶性的一种的香水啦真有价值伫希腊文咧讲是非常有价值的香水啦足贵的足贵的，大概迄个时阵人一个月的薪水才会当买着即个妇人人所带来这所以咱伫遮看到一寡伊咧做的代志，伊摕迄上贵重的物件，过来甲耶稣洗骹，甲伊膏抹。通常伫即个旷野内底，骹是上垃圾的。所以耶稣捌讲过伊甲学生洗骹的时阵讲，你若骹洗清气，你规身躯就清气啊。这是当初时这犹太人的礼仪啦特别是游牧民族，因的礼仪就是安尼。当人客入来伫因兜的时阵，因就会甲人客也是传水，互人客洗骹。咱会记得耶稣第一个新约是啥物货？迦拿的婚宴嘛迄个新约是啥物货？对迄个水缸内底来甲水变做酒，迄个水要创啥？就是要互洗骹，就是要互洗肠互因人客通入去伊伫迄个所在，伊甲耶稣洗骹安尼，结果法利赛人安那有意见啦就有意见啦耶稣尾也有讲啦有讲即个伫遮来甲我洗骹，你是安怎咧甲阻挡安尼啦伊毋但甲洗骹尔，伊用伊的头毛甲耶稣洗骹，佮甲膏抹，伊的情绪伫遐来
得到讨放，真有可能伊伫遐要认罪罪得到赦免啦吼，也是讲进前就得到赦罪，毋知影，但是就是讲伊伫遐来亲近耶稣吼，来亲近耶稣，伊伫遐用目屎来拭耶稣的骹，用伊的香膏来甲伊即个来甲伊膏抹安尼吼。咱知影伫即个犹太民族，也是讲阿拉伯民族，因即个福音人的头毛是足重要的，袂当凊彩乌白互看到吼，袂当凊彩乌白，但是伊却安尼甲伊留出来，佮用伊的头毛来拭耶稣的骹，表明伊的心甲伊的诚意吼，伊无受到迄个礼节的影响啦吼。37节到38节讲，伊一直浸耶稣的骹吼，犹太人的中间浸是来敬重一个人吼，是讲尊伊做大啦吼。当然骹即个对来讲，伊是已经足屈价啊。耶稣甲学生洗骹吼，即个妇人人伫遮来甲即个耶稣洗骹，这对伊来讲是甲伊当做贵宾安尼，才会安尼做啦吼。所以伊伫遐来真尊重即个耶稣的身份吼。伊佫用即个油来甲伊抹吼。即个抹呢，用诗篇23篇第5节的经文讲，伫我对着的面头前，你为着我摆设宴席，你用油膏抹我的头，互我的杯满出来吼。即个膏抹非常重要。福音人即个动作表达伊家己的即个谦卑，甲伊伫耶稣面头前所领受即个赦免的恩典吼，互伊会当脱离迄个伊即种罪的即种的灵性的性命吼，所以伊感觉真值得感恩，所以伊伫迄个所在也将上贵重的来奉献吼。伫即个所在的膏抹伫英语吼叫做 anointing 吼 ，anointed 意思就是讲，耶稣甲受即个人来膏抹，耶稣捌讲即个伊是为着我将来准备啦吼，伊咧甲即个伊学生犹太讲的时阵吼，这是伫约翰福音所记载的吼。伫路加福音，耶稣是无安尼讲不过伊甲即个法利赛人有对话吼。39节形容法利赛人心内伫遐咧安尼提舞提出安尼吼，这耶稣就知啦吼，所以耶稣就知就甲伊对话吼。圣经伫福音书内底时常拢有记载着耶稣，人无讲话出来，但是伊拢知影伊心内咧想啥物话吼。这个人就讲吼，这个人毋是先知啦，若无伊若知吼，伊蒙伊人吼是罪人，伊就会知影安尼吼。伊就是耶稣毋知影吼，耶稣就甲应啦吼，耶稣就甲应吼。耶稣对伊的应，这个中间其实是讲了真严厉啦吼，真严厉，就是讲照着这妇人人所得做的代志，伊来批评吼，伊来批评。要批评进前呢，伊就先去讲一个譬如啦吼，伊用欠钱来譬如啦吼。这个41节到43节，简单来讲就是讲吼，欠较济得到赦免的人吼，迄个感恩会较大啦。意思就是讲，这个妇人人伊知影伊有罪，所以伊伫耶稣的面头前领受到恩典是较大的，然后伊就会回应吼，伊就奉献较济吼。你来看伊用迄个香膏甲迄个玉盘伫迄个所在伫遐来奉献伫耶稣的面头前吼。所以耶稣伫遮咧讲的意思就真清楚迄个欠较济得到的恩典较济，伊就较会晓感恩啦吼。伊大概是用即个来讲法来做譬如吼，来做譬如。意思是讲，法利赛人认为家己吼拢无罪啦，吼伊拢真好，所以伊拢毋免感觉着爱感恩啦，伊嘛袂晓感觉着爱谦卑啦吼，佮甲迄落伊感觉讲我着选民啦吼。所以咱倒转来想啦，讲洗礼约翰咧伫
约旦河咧共洗礼的时阵，就拄着法利赛人甲遮其他犹太人，就讲吼，恁遮毒蛇的类啊，吼，所以这个真清楚因的心态。约翰甲讲，你毋好想讲恁家己是迄个选民，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恁就无代志啊。伊遐讲，上帝当对石头啊来兴起亚伯拉罕的子孙，吼，所以也因为安尼，法利赛人甲即个有罪的妇人人，迄个对比，耶稣就是用即个譬如来甲伊掠出来吼。所以咱知影吼，法利赛人邀请耶稣去食饭，本来是无啥物代志，足平常。但是即个妇人人走出来了后，却有代志啊。因为因为即个法利赛人根本就无做迄个主人应该爱做的代志啦，所以咱看见讲，伫即个经文内底，耶稣伫遮开始咧讲啊，伊讲你有看见即个妇人人无？我入恁兜你无安怎无用水甲我洗骹，但是即个妇人人用伊的目屎来洗骹，你也无甲我浸，伊浸我入来，伊就一直浸我的骹安尼所以咱会看见讲，即个对比就出来啊即个有罪妇人人，伊入来伫耶稣面头前，伊所领受的恩典较大，伊就诚心实意来奉献，来做，来回应耶稣基督的恩典，比即个法利赛人做了较济啦伊讲你也无叫人甲我洗骹呢咱伫创世纪18章第4节，安尼看着讲，即个亚伯拉罕来接待迄个遮的上帝的使者，伊就讲甲伊洗骹这是咱讲待客之道啦士师记19章21节，伊讲将因带到家己的厝呢，用饲料饲梨啊，甲因洗骹，甲因做伙啉食。所以耶稣指出，即个有罪的妇人人比即个主人佫较有热诚，佫较谦卑，佫较会讲赢过法利赛人所做的啦伊讲你无甲我浸因为伫因中东的人，因人客来，因基本上拢会安尼喙皮佮拄喙皮安尼表示迄个亲，也是讲安尼真欢喜在接纳伫创世纪29章13节，咱看即个列班看到伊的外甥雅各的来伊就去甲欢迎，去甲抱，佮甲浸喙咱知影讲，这是因基本上对人客一个真基本真基本的。创世纪45章15节即个约瑟甲伊的兄弟即个代志安尼咱会看见但是即个法利赛人无做，妇人人做佮安尼来表达对耶稣的尊重伊嘛知影家己有罪，所以非常谦卑，佮甲伊抹油所以咱拄则引用即个诗篇23篇第5节，佮141篇第5节来讲，愿义人来拍我，这是出自主爱，愿意责备我，这是用油膏抹我的头壳所以即个伫即个圣经内底所咧讲的迄个膏抹是非常重要，是因看重对方看重对方，所以耶稣就用讲到即个妇人人来膏抹伊，伊用真贵重的来对伊所领受的即个赦免的恩典来表达伊的感谢，但是即个法利赛人拢无做拢无做，颠倒做比主人佫较济啦做比主人较济好所以耶稣伫遮落尾开始做一寡结论，伊讲听大赦免嘛大啦听上帝赦免就得到较济你安怎听上帝，上帝就要赏赐迄个恩典来互咱得到什么意义？即像主祷文所教示咱的赦免阮的辜负，亲像我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所以迄个听来表达咱所会当领受到的恩典是偌尔大啦所以耶稣伫遮真肯定这妇人人所做的代志，虽然
咱讲法利赛人请耶稣食饭，看起来袂歹咧吼，但是伊无去真真正正表达出一个做主人应该有诶态度，却对即个负责人真侪诶批评啦吼，真侪诶批评，所以伊用行动来证明伊家己是一个得救诶人吼即个中间耶稣伫即个所在咧论法利赛人甲即个有罪负责人。伊伫遐就讲真清楚啊，讲迄个听少赦免嘛少，咱嘛会当用迄个10个生态哥病救一个外族诶人转来献上感谢吼。所以耶稣到落尾就甲即个负责人讲：你诶罪得着赦免啦，你诶罪得着赦免啦。这是足重要诶，这一个部分啦吼。当然伫49节后壁，佫有人咧讲哦，这个人是甚物人吼？伊哪有这个权柄吼？所以因遮诶人无认捌耶稣是迄个基督，是迄个弥赛亚，所以因就质疑耶稣诶权柄吼，耶稣诶权柄。然后50节，耶稣佫较讲，咱诶经文是讲你安心倒去啦吼但是佫较重要是讲，耶稣来讲，你诶信救了你啦吼。你诶信救了你，你通平安倒转去，你会当安心倒转去吼。阮伫美国也定定咧人讲吼 ，Go with peace 吼，就是讲你会当带着平安倒转去吼，特别是捉到了，我有当时会安尼讲吼。伫主诶面头前，咱要安怎来去得到上帝诶接纳甲救恩，就亲像这个妇人人共款。咱承认家己诶软弱，伫主诶面头前，咱诶诚心实意来摆列咱对伊诶献上吼，来接待主，安尼就会当得救，会当得到主互咱诶平安啦吼。较济诶批判批评，毋是信仰所要爱咱做诶啦吼。人做其实是一个足困难诶工课啦吼。即个法利赛人西门，伊就真困难去看到伊家己做了无好诶所在，但是伊拢指责别人吼，亲像前礼拜日牧师所讲诶，咱真侪时阵拢一直比人讲，一直讲别人，但是咱无去看到咱家己做了无够好诶所在。耶稣就甲讲啊，我来你无甲我洗骹啊，你嘛无甲我斟水，表示欢迎啊。虽然你请我食饭吼，迄是一个表面诶工作尔定，但是这个有罪负责人却是认罪，然后伫遐来低靠来甲耶稣洗骹，佮甲耶稣告抹吼。所以咱看见讲，伊是一个有行动诶人。法利赛人甲伊诶朋友拢是出喙诶人吼，这是足大诶无共款吼，伫这中间吼。这法利赛人伊感觉讲，这足理所当然吼，其实毋是吼，爱用行动来表达这是一个见证也好，也是讲一个信仰诶实践吼。所以咱爱伫谦卑啦吼，就是讲咱伫谦卑诶时阵，咱才会去看到上帝互咱诶恩典啦吼。谦卑诶人嘛，才会去想要爱认罪一个骄傲诶人，伊就袂去安尼啦吼。谦卑诶人，伊嘛会家己愿意来献上，来互上帝来所使用吼。到落尾就会当领受到上帝会互咱诶平安，亲像这个负责人共款吼。好，到遮。来，好，有人要回应，还是要问无？先讲者，后礼拜五搁休困啊，因为咱夏令营吼，可能要好好准备诶时间较少吼，所以后礼拜咱搁添一届吼。下礼拜嘛是伊敢毋是迄个夜宿教会夏令营啊？拜五夜宿教会，拜五对，拜五对啊，对嘛，对，是。有无？
牧师，迄个疼大，下面也大，就是安怎讲开的？哦，其实耶稣是对迄、即、个妇人人的角度咧讲啦吼，伊讲伊对上帝的疼大，就是讲伊迄个疼，伊是用行动咧表达伊疼上帝吼。啊，你看伊偌大，是讲伊伏家伫耶稣的骹前，伊用伊的目屎当水，甲耶稣洗骹，用伊的头毛当做布来甲耶稣拭骹，佮用上贵的即个香膏来甲耶稣膏抹。伊疼上帝是遮尔大，会通讲，咱若用即个，我即个礼拜日我会讲到即个部分啦吼，就是讲，迄个寡妇伊用的2个钱，看起来是足少的钱，但是却是伊的生活的全部。吼，伊用全部的性命对上帝来表达伊对上帝的疼，上帝对伊的赦免当然是大，但是迄个认为讲伊就无欠啥物货，遐个法利赛人甲伊的朋友，伊就感觉讲我就无需要，所以咱用中文讲一副很拽的样子，伊就无法度得到上帝互伊的赦免，因为伊嘛无认罪嘛，吼啊，耶稣是用安尼咧做对比啦。好，谢谢。还有无？好，若无咱做伙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互阮自执也透过即个线顶的直播，阮会当做伙伫遮来做伙讨论，来研读你借着路加福音互阮的启示。阮即个时阵，阮心无够软，阮无法度来相信，无法度来接纳，无法度来十足的信心来倚靠主你。求主你帮助阮，也互阮学习单纯来相信，亲像迄个妇人人共款，用谦卑的心来承认阮的无够额，阮的软弱恳求主你的恩典也教给阮用，来继续来施恩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也搁一摆将阮的教会交托伫你手中阮即个动工的日子渐渐咧近我的中间有济济代志。主，阮需要你的恩典、智慧甲开来，甲阮三个地地，也互阮会通来对你的脚步来做好尽忠的仆人，来将你交代伫阮手中才会事工来完成。阮也搁一摆为着阮的兄弟姊妹中间有人确诊，也有人伫即个出外中间，也有人失去因的亲人，恳求主你的恩典也教给因用。将你的安慰也放伫因的心上因的心内，将你的医治也赏赐互因。安尼献上感谢，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免。好，大家晚安。晚安，谢谢牧师。多谢牧师，平安平安。谢谢平谢谢，安拜拜。平安平安。